咱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伊捌对死人中过活了，也话像天的大圣有讲：天顶地悬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假使因守，搁我一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过。伫五旬节的时，彼得传福音，对听伊的人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，到互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圣神的手术，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求拢总的人，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要调咱的。亲像迄时，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。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，恁着深信，恁若真实反悔，个别恁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受洗，伫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。这个时阵，咱要做阵，请兄弟姊妹拢起立，咱要做阵来读使徒圣经，做阵用使徒圣经。来个别咱的信仰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温柔比拉多前来受苦，变死的死在众人里骨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活啊！你他最全能的上帝大名，伊的对啊信满我甲信仰，我是圣神，我是圣，我们教会圣道上空，最下面有对我另外大名，阿门。非常谢谢。咱们七位徛伫上帝、甲正兄弟姊妹面前，恁要来受洗，恁着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白恁的信仰，诚恳来应答我所要问的问题，成做恁的誓约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有。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也无？有。恁着倚靠上帝恩典，真然服侍伊，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道的本分，恁决意要安尼行，也无？有。这个时阵要来洗礼。这个时阵要来鼓励洗礼，咱就一就。同你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为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加以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为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下晡去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为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你用阿说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为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
扫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。阿免。当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。阿免。过安定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。阿免。愿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一真正心，去愿恁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险。未宣告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，活去教会头，也是大天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祈求永福教会小会官兵来接纳恁做会参会员，有分伫主的道，甲新的约的分典。咱做阵暗头来祈祷，全能的平安的上帝，阮感谢好你，你是一个大人君，嘛是阮的性命的导者。你用教义的恩典，丰富听人伫阮的中间。阮有侪人会当伫咱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主，真侪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。主，阮今仔日伫教会中间来举行这个圣礼典，恳求你接纳。伫你的面前，才会受洗，才会行这就是你的教会。愿主你赐福伫因的顶面，求你嘛用圣神降落伫因，来充满因、坚固因，用恩典赏赐因，互因连接伫耶稣基督得到主的充满，永远踮伫主你内面。现在伫因的人生生活中间拄着试探的时阵，你圣神会当保护因，互因当精进信仰的好见证。愿你的福气、你的快乐、你的能力。甲你的恩典，扶持因的软弱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人内面，保护因会当一世人服侍你。阮的主耶稣基督，捌伫早前顶一世界顶，为着阮老主迄个宝血，乃是要赎回阮。阮有侪人会当有迄个尊贵的身份，来到上帝你的面前。恳求主你保守帮助，今仔日才受洗兄弟，参加这个圣礼典了，更较明白。一个洗礼的意义，啊，求你赦免因，为是咱伫主你的面前，毋捌主你的名，离开主你的道路，直到亏欠名受洗礼的恩典。为互阮会当完全反悔，带因倒转来归你，对答了后，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。愿咱伫你的面前来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门。啊，咱请即几位向前行一大步。